客家。哎呦，哎，超明一浪到了呀！哎呦，最近天气变得好快哦，日夜温差大，我觉得我真的好像有一点狼痘啊。哦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哦。春天到了哈，那拄好会让俺妈妈买只暖感，俺可以你让俺看去买，顺便帮俺一点意见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不过最近天气好像还蛮畏狼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又不太喝热水，不然就先帮你妈妈买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咱看见哦，速度面风自杀哈，你倒啉到少滚水，浪头涨为好啊。哎，你可能要有安全装置哦，可以走得哦。也在抬哎，这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了哦。哎，但是我觉得，哎，这个好像 C 一定比较好哦，也比较不占空间呐。你家里用啊，比较不会卡东西。我还感觉哈，买下台掉做在做下都会少滚水啊。这样啊，你喜欢大一点啊？那不然，哎，这个好了。半钛 C 啊，这个中等 size 的应该是比较符合啦，不然太大的你也用了占地方嘛。哎，宇威，我想去看看那个摄像机啊。摄像机。安好嘞，我摄影团你的摄像机，将来去吉田。好啊，我买哪一只？好，走。你也卖还便宜的，还贵的？我想要买便宜的。你也便宜的喂。俺是说又便宜又好用诶。不过你也还生意便宜了冇好东西。你一片来看哈，有10公斤、11公斤、14公斤、15公斤的。你要买哪一种啊？你3副很多，俺想你买下台的为好。差不多11公斤吧。你知道俩头用买先？我感觉俩动作功能哈，又动好看。价钱又做得。这一台可以哦，而且你看它这个电池控制比较方便哦，好像还不错哦。那就买这一台好了。这台 C 赏机应该买回去，家里面感觉也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就决定这一台了。所以啊，如果要买好的 C 赏机呀，一定要好客家话才买得到。唔会讲客家话哈，你总唔定用慢写啥么？浪多，暖干。摄像机，放片有好用，便宜冇好东西，免风机炸。